7月18慈山寺。哇！大雄寶殿對出個大地啦。啊！呢個慈山寺大雄寶殿又係世界第一啦，真係世一啦。堅到無倫啊！7月18啦！哇！見到呢個觀音，世界第一啦，世一啦！7月18啊！全球最堅呢個觀音啊！哇！高到靚到無倫，石堅冇咁堅啊！好堅啊！7月18，慈山寺，李嘉誠請飲咖啡 cappuccino 同埋芝士蛋糕 tiramisu， 哇！堅過食堅。